来继续来看这个四大公投案投票的结果，拢是无同意。鸿海的创办人郭台铭讲，台湾明年一定会欠电。经济部长王美花早起伫立法院讲，政府已经推出着几啊项的措施，要确保稳定送电。台北市长郭文摕是来敲洗着蔡政府，讲政府正积极咧发展着家电、家真雄的产业，但是这嘛袂当发电，迄嘛袂当发电，讲安尼到上尾啊，就真正只会当用爱发电咯。四大公投拢是无同意，有关能源核数定启动，各甲三接站搬走，真侪人无支持。鸿海创办人郭台铭真烦恼。明年是一定缺电，既然大家就做了一个决定，那大家对为缺电，将来就不要埋怨。郭台铭讲，明年一定会阁拄到欠电的问题，和经济部长王美花赶紧出面说明。3阶外推的时候，做了非常多的临时的措施要来做。那我们一定会确保稳定供电。它要重启也是11年后的问题哈，它绝对不是短期的这个电力问题。产业又要发展，你要发展那高耗电的产业，这边电又这个拿掉那个拿掉，所以最后真的用爱发电，对不对？台北市长郭文摕参加市会活动，认为无核数，政府要讲清楚能源配套方法。因为公投的重点是伫咧讨论政策，即马反来底公投嘛无过关，外界感觉对台湾交要去 CPTPP 真有帮衬。不过一步敢会开放日本福岛食品。要加入 CPTPP， 现在日本在主导，日本一定会就会要求要解决核灾区食品的。我们要用国际的标准，要用科学的依据。内地已经引起真侪话题，日本福岛食品敢会开放进口来台湾，恐惊搁一摆互台湾人开始伫咧讨论食品安全的问题。